面上有咁多魚油嘅產品，我哋應該點樣揀呢？今日就等我同大家講解下 Omega 魚油同市面上其他魚油嘅分別。好多人睇到 Omega 魚油嘅純淨度係60%，而市面上有啲品牌聲稱有高達97% 純度。大家可能會認為純度較低嘅魚油效果可能唔會較純度高嘅好，但其實大家要知道，純度並唔係唯一嘅標準，成分來源都好緊要㗎。Omega 係選用精選嘅深海魚，經過多重過濾處理，確保佢嘅安全性同埋純淨度。而且除咗 Omega 3，Omega 仲添加咗維他命 K2 同埋 D3。呢個唔單止有助於維持心血管健康，仲對骨骼健康非常之有幫助。食咗第一個月，就感覺冇咁攰咗嘅，手麻減咗，咁第3個月再去驗咧，我膽固醇就已經穩定咗，同埋跌咗少少嘅，從8.3跌到6.7，我都有少少驚喜嘅時候，咁醫生仲問我食咗啲咩保健品？呢個配方令 Omega 魚油能夠提升 Omega 3嘅吸收率嘅同時，仲可以為你提供全面健康嘅支持。所以純度並唔係唯一衡量嘅標準，要選擇一款能夠做到全方位改善你嘅健康又安全嘅魚油先係最重要㗎。依家做緊優惠，3樽有折扣，6樽扣最多，即刻點擊發消息了解更多啦！